英国承诺作为与澳大利亚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千万美元，以加强印太安全。两国领导人还对中国的东突厥3政策表示了严重关切，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澳大利亚时间星期四，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进行了视频通话。约翰逊和莫里森表示严重关切东突厥3境内践踏人权的可行报告，并呼吁中国保护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中国港口拥堵造成的延误导致许多产品的运输延误，从铁矿石到电子产品。随着中国港口对船舶的武汉疫情规则收紧，出现了严重的拥堵。租船公司和船东表示，由于遇到的问题，铁矿石运输比冠状病毒流行前多10天。印度出于安全考虑，又屏蔽54个应用程序，多数来自中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回应称，印度有关部门对在印中国企业的相关产品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政府消息人士周二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印度屏蔽了54个手机应用程序，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危机时，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开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许多高级官员参加了面对面的会议。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国务卿布林肯代表美国出席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开幕词。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是发言者之一。法国、乌克兰和德国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俄罗斯没有代表参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刚召开特别会议，同意使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把原定在3月27日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推迟到今年5月8日举行。特首选举提名原定于这个星期天开始，新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推迟4月3日到4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周五宣布，美国计划向波兰出售250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是华盛顿鉴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的加强波兰这个东欧盟国防御力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7日晚将举行电话会谈。岸田文雄在会议上强调，紧张局势仍在继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奇。日本也必须努力通过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